走路的时候呢，手不能抬得太高，也不能放得太低，要恰到好处，这是规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继续吧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我们这都练了2个时辰了，这早就过了饭点了，我们现在又累又渴的，能不能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啊？不可以。什么时候你们练好了，我觉得合格了才能休息。继续走吧。停！易欢，谁让你坐下的？刘嬷嬷，我的脚破皮了，我走不动了。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，怎么能擅自休息呢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违反宫规。这也算违反宫规啊？当然，在这个宫里，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，说宫里不允许的话，全都是违反宫规。你知道去年的秀女里面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胭脂鱼，后来那个鱼胀死了。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！饿死了？这么残酷的处罚，刘嬷嬷，那我向你请示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不可以。起来继续。好疼啊！刘嬷嬷，怎么了？我脑袋痒痒，能不能挠挠啊？准。刘嬷嬷，说。我想，对不起啊，您肯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下回憋住嘛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哦。嬷嬷，你又怎么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你举3次手了？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。什么事儿说？我想放屁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我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您抬杠，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？少跟我抬杠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可知道吏部尚书丁大人啊？我当然知道啊。那您可知道他是谁的干儿子啊？中堂大人。你的……哎呀，响鼓不用重锤吧？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透吧？算了，我就看在你脚磨破皮的份上，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刘嬷嬷。继续练呐。这就是咱们的院判大人。院判大人。
你就是新来的李太医。晚辈李建清，望院判大人多多关照。这年纪轻轻就能到这太医院来当值，想必一定有过人之处吧？这些灵芝呢，有10年生的、20年生的、30年生的、100年生的。药工们在晾晒灵芝的时候，突然下雨了，他们慌慌张张地抢收，把一些灵芝混在一起了。不知李太医可否3日之内将这些灵芝按年份分开，以便配药之用啊？3天时间，恐怕不合适吧？那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1炷香。一炷香，太狂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自己坐着，有吃有喝的，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受累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3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好好练习，在这捣什么乱呢？在这跪2个时辰。刘嬷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，滑了脚。嬷嬷，这儿有蚕豆，您看，玉兰姐姐准是不小心踩到了，才摔倒的。这怎么会有个蚕豆呢？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啊，我刚刚噎着了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噎着了？刚才口水没倒过来，一下子噎着了。口水没倒过来呀？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，还想蒙我？手拿过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手拿过来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刘嬷嬷。哼，你还想抵赖吗？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呀。来人呐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忘了，我呢可是中堂大人的。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？你以为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？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，中堂大人怎么会派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？你既然那么嘴馋，又担心挨饿，那我就罚你今天闭门思过，谁都不许给他吃喝。什么？还好还有一颗小蚕豆。好吃。但是还是好饿呀，我要饿死了，饿死人了，饿死人了！喝点水顶顶饱吧。
啊！好饿呀，好饿呀，饿死啦！烤鸭。怎么办？我好饿呀！这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，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。龙小弟啊，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？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？哎呀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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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？人呢？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大哥！饿死了。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，耶！走着，走了，生鱼片。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嘿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，吓我一跳！太爷，你还说是不是？行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哼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嗨，你师傅没教过你吗？祸从口出，被我逮着了吧？走！哟，哎呀，进宫就要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知道吗？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，聒噪。不许再说了啊！喂，不是吧？我没杀你啊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哎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不是吧？我把你给憋死了！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要不然我给你念《金刚经》超度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咱们储秀宫里喂了几年的鹦鹉，居然不翼而飞了。养在池塘里的锦鲤也少了一条。说吧，谁干的？知道吗？嬷嬷，玉兰让回秀禾，昨晚出去过。玉兰、荣慧、秀禾，你们出来。昨天晚上，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秀禾妹妹半夜要小姐，夜里黑，她一个人害怕，我和荣慧陪她去的。只是去小姐，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，顺便偷个鸟、抓个鱼什么的？嬷嬷明鉴，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？可是除了你们三个，就没人离开过房间。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来人，把这三个给我拖下去掌嘴，直打到招了为止。
我饶命啊！我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慢着，昨天除了他们3个，还有人离开过房间。谁？我。你？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？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！是啊，我闭门思过了。我1天没吃没喝，但是我总得拉撒呀。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不便发问。这批秀女里边就属你胆子大，准是你昨天饿了1天，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？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？捉贼得拿赃啊！我有没有冤枉你呢？我自然会查清楚的。不过这储秀宫呢，夜里会落锁，外人进不来，里面也出不去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一块儿给吃了？来人呐，给我搜！这，哼，老东西，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刘某某，没有。这个丝帕是你的吧？人赃俱在，还想抵赖吗？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被发现了。不过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啊，我是路过，我就看着这只鹦鹉想偷吃那条鱼，我就想着赶紧制止啊，我就拿我那个丝帕往它脸上一捂，没想到它就死了。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跟我口吐妄言呢！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20大板的，看你如此顽劣，胆30。这，哎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别忘了，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呐。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信，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？拖出去打！这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慢着。刘嬷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个秀女，我瞧着倒是挺有眼缘的，就替她说个情吧。昨儿个皇上赏赐我很多珠宝玉器，只是这个镯子我戴着太大了，想来这大小啊，正适合嬷嬷你呢。哎呦，那就多谢厉贵人赏赐了。今天这事儿就看在厉贵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那就多谢嬷嬷了。这个秀女有些不懂规矩，不过长得嘛倒是挺可人的。嬷嬷不如把她交给我，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。厉贵人，你亲自调教，那自然是易小主的福分了。易欢，还不谢过厉贵人？易欢，谢过厉贵人。皇上有旨，宣易欢姑娘侍寝。臣女易欢
谢皇上恩典。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迎来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牵挂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你爱照我心，献情礼物，留下无悔的情愫。李公公，李公公，我要换的衣裙在哪儿啊？易欢姑娘，侍寝是不能穿任何衣服的。你要是沐浴完了，就请出来，我们为您裹上红绸，然后呢，就抬去皇上的寝宫。不能穿衣服啊？对，就连任何首饰都不能戴。不行，必须由我们亲自给你裹好红绸，顺便检视一下易欢姑娘的身体皮肤状态，看看有没有突发的瑕疵，以防止易欢姑娘夹带其他的物品。那哪行啊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出去，等我穿好了叫你们。敬事房太监主要负责皇上和后宫所有嫔妃的房中之事。易欢姑娘入宫之后，难道就没有学习过吗？学是学过了，但我现在不是还有点不习惯吗？这，哎，你们！易欢小主，你居然会轻功！我爹啊是武将，所以从小呢，我跟他学过一些。公公啊，我也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啊不能破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咱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？我进宫之前呢，我爹给我留了许多提起钱，明天我好好重谢三位公公，怎么样？好吧，那只此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知道了。这，哎，那个公公，我把那个丝巾拿一下，我的丝巾。我的丝巾！哎，公公！易欢姑娘，别说丝巾了，一根丝线都不能带。我的丝巾，公公，我的丝巾！
易欢姑娘啊，一会儿皇上可就来临幸你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之前学过的规矩哦，好好的侍奉皇上。嗯。好，挂帘子。这。原来这就是皇帝的寝宫啊！也不知道龙小弟究竟和康熙那个小皇帝说好了没有？猪哥哥给我准备的丝巾没有了，万一这小皇帝临时起了色心，假戏真做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完了！猪哥哥要是看到我穿成这个样子，肯定会气个半死。要不，趁这个小皇帝还没来，我赶紧溜了吧。万一那个小皇帝怒了要砍我的脑袋，那龙小弟肯定会帮我求情啊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谁啊？除了朕，还能有谁啊？你是皇上？你是皇上，为什么要戴面具啊？啊，朕喜欢在临幸后宫嫔妃之时，玩一些有情趣的小游戏。臣女易欢叩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那么拘束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原来您这么和气啊！我一直……不，说错了，臣女是臣女。没关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朕允许你自称我，这样说起话来才更自在。对了，你刚刚要去哪儿啊？我刚刚觉得这屋太黑了，我打算出去找几盏灯，拿回来点一下。朕在就寝的时候啊，喜欢光线暗一些。皇上！您别把最后一盏灯也吹灭了，我怕黑。别怕，有朕呢。微臣李建清叩见厉贵人。李太医免礼。谢厉贵人。有劳厉贵人。你看起来好像在发抖啊，很怕朕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屋子比较冷而已。哦，你穿的这么少，难怪会冷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朕的龙床上躺一会儿，盖着被子暖暖身子。让我上床，这小皇帝果然没安好心。我突然不冷了。那就让朕抱抱你，替你暖暖身子。你果然很怕朕啊！可是朕听龙三说过，你的胆子一向很大，你在他面前提起朕来，那可是从来都不怕的呀。
皇上，我不是怕你，我就是怕你离我太近了。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朕和你说好了什么呀？不是我跟您说好的，是龙三跟你说好的。您忘了，咱们这次只是将计就计，您假装宠幸我，为了博取鳌拜的信任啊。今天晚上的事情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朕确实是和龙三定下了这条将计就计之策。只是这漫漫长夜，何苦虚度？咱们也不必演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再说了，这全天下又有哪一个女子不想做朕的女人呢？皇上，这天下女子也不尽是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啊。对大多数女人来说，她们与其与这个后宫佳丽3000争宠，不如找到一个白头偕老、心心相印的有情人。那唐代鱼玄机就说过呀：“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朕自13岁大婚以来，还从未有人跟朕说过这样的话。皇上，您生气了？你不会砍我头吧？你当朕是杀人狂魔吗？动不动就随便砍别人的头。你这句话非但没有激怒朕，反倒更加激起了朕的兴致。我看咱们也不必苦苦做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待共度良宵之后，朕便封你做贵人。皇上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皇上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见到殿内没了灯光，又有打斗之声，还以为来了刺客，所以赶紧进来护驾。刺客？什么刺客？哪有什么刺客？没有朕的旨意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这……好了，别再动手了。再动手的话，真把你当刺客，你这颗脑袋就真的搬家了。你哭什么呀？皇上欺负人！朕怎么就欺负你了？是你先对朕出的手啊！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朕的龙床上对朕大打出手，只怕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个敢在龙床上对皇帝大打出手的女人吧？皇上强词夺理，明明就说好了，还强迫人家，人家不想反抗，反抗还不让，反抗打不过人家就吓唬人家，哪有这样的？朕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要是被外边的太监给听见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朕欺负你一个弱女子呢。那皇上你离我远点，我就不哭了。你让朕远点，朕就远点，那朕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啊，龙小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还说皇上是个正人君子，结果皇上就欺负一个弱女子。来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哎，朕不跟你这个小女子一般见识。去找太医院的当值赵方抓药，我还要留下来给厉贵人扎针。是。你去烧壶热水，一会儿我要替厉贵人更衣。是。雪师妹，大师兄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会呢？你们师兄妹好好聊一聊，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。你找什么呢？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。
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？朕也不想传太监打扰我们。哎，你又想干嘛？放心吧，朕不会动你的。朕堂堂天子，一言九鼎，给你擦个眼泪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亏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。哎，他是现在看到你哭得跟鼻涕虫似的，还不笑话死你？其实我在龙三面前好多都是吹牛的，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勇敢，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，我也从来没被哪个登徒子轻薄过，何况是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轻薄过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朕听出来了。你是拐着弯儿骂朕是个好色轻薄的登徒子是吧？臣女不敢，臣女没这么说。皇上，臣女能不能请求皇上一件事啊？说来听听。您能不能别把今天晚上的事告诉我龙小弟啊？如果你告诉他的话，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充老大了。哎呀，朕又不是长舌妇。不会告诉他的。哎，不过朕保全了你在结拜兄弟面前的形象，你要怎么答谢朕呢？皇上，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也是最有钱的财主，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勒索我一个身无分文、身无寸缕的小女子啊？又是朕的不是啊！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朕的不是啊？什么声音？是我肚子叫。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特别饿。朕想起来了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。龙三跟朕说过，你现在在替朕办差，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谢皇上，我想吃烤鸭、炸虾丸子、蒸乳酪，还有黄焖小羊排，还有素八碟、珍珠翡翠羹、水晶包子、豌豆黄，再加一壶桂花酿。哎，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这个是龙三跟朕说的。龙三跟朕说呀，你们两个头2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你都在跟他抢吃的，朕听着有趣儿，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这个龙三，以后再也不理他，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？朕可不是人家，朕是皇上。来人，掌灯，传膳。倾城，你进宫的这些日子以来，过得还好吗？我不得不离开你们这些亲人朋友，来到这个活死人墓一样的紫禁城，和成百上千的女人争奇斗艳，来取悦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你说我能过得好吗？对不起，倾城，要你冒名顶替舒婉欣进宫的方案，我本来是不同意的。可这是6位师父一致的决定，我也无力反对。大师兄，你不必自责。就算你反对，我也会主动要求进宫的。毕竟我们这些在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人能为自己活着。就连单纯任性的小师妹，不也阴差阳错的进了宫吗？是我太无能了，还要让你们几个女孩子冒这样的风险，忍受这样的侮辱。今晚，易欢也要被召去侍寝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饱了。吃好了？谢皇上恩赐。撤掉吧。这。
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儿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，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，人生3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。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说得对，食色是人之本性，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，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，就能让他乖乖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啊！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！你又想干嘛呀？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儿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色狼皇帝还真是耐心啊！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？这可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！你累了啊？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，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呢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我这可不一样啊！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。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您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面也有金泥桶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哎，不合适，皇上，您可饶了臣女吧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哎，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儿方便，朕不介意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了，是吗？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。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2副骰盅。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。
再来一局呗。不行，不行，真不行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酒还没喝呢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。哎呀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让我看一眼。李公公，今天多亏了您了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易欢姑娘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哎，今天我看皇上对待易欢姑娘，比封了正位的娘娘还要特殊。易欢姑娘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哎，多谢李公公了。这假如以后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，还得有劳李公公多多照顾。小小诚意，小小诚意啊！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说，好说。易欢姑娘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走了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咱家带你去吧。哎呦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鳌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内线，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鳌拜的指示，所以才会不动声色的关照。别怕，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朱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康熙有没有碰你？我刚才去见了倾城才知道，原来这宫中给皇帝侍寝，居然要脱光，再由太监用红绸裹着送到龙床上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没，哎呦，我当然没事了。真的没事。听倾城说，侍寝的时候连一根丝线都带不进去，我给你的蒙汗巾肯定也带不进去吧？那你怎么应付的？我就不信，那康熙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会不动心吗？他刚开始是有点动心，对我有点动手动脚的。不过我后来跟他提龙三了，我说我们这是假戏，不能真做。后来他就没怎么样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朱哥哥，你要是再怀疑我的话，那我可生气了。对不起，欢梅，是我错了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这次是我太大意了。如果那康熙再找你侍寝，我得赶紧想一个法子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跟鳌拜勾结的内奸，怪不得李公公今天这么照顾我呢，肯定是鳌拜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原来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棋子，此事万万不能让康熙知道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我们跟龙三说了，让他汇报给康熙，不光龙三能立功，还能得到好多奖赏。我们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多东西，分给谷底的兄弟姐妹啊。欢妹，你又犯傻了。我们这次来紫禁城，可不是来敛财的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帮康熙除掉了鳌拜埋在他身边的一条蛇，这对于我们来说能有什么好处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我明白了。哎，叶哥哥跟樊姐姐怎么样了？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，他们已经跟踪到了吴应奇的车队，正在想办法下手。我们在宫里的计划还挺顺利的，希望叶哥哥跟樊姐姐能顺利的找到1号金钥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日平安的团聚了。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
折腾了一晚上，也没看到那个小皇帝长什么样。他长什么样呢？你觉得如何？皇上啊！嗨，我管他长什么样呢，反正不过就是一个风流流氓鬼。呸！不管了，睡觉去了。这次押送有利地的遗物进京，吴应奇并没有派兵大张旗鼓押运，而是让手下的兵士全部都假扮成镖师，押镖进京。你看见了吧？那人叫石青红，是吴三桂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副将之一。我记住了。不过我们跟踪车队这几天，吴应奇一直躲在车上不肯露面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在平西王府的内线是亲眼看着他护队出发的。只不过传闻，这个吴二公子一向深居简出，性情内向。这快下雨了，一会儿他们想必也要躲雨。前面有一处凉亭，不如我们先去守株待兔，看看这个吴应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走。二公子，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没想到吴三桂这个大汉奸的儿子，居然长得一表人才。二位，赶快离开这里！我家二公子要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哼，这位镖头，这亭子又不是你们的私有之物，更何况是我们兄妹先到，你们后来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哎，石镖头，不得无礼。既然大家都在一个亭子里避雨，那么大家都是有缘人。这个亭子这么大，我们各站一边就好了。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也把剑收一下吧。石镖头言语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赔个不是。
二公子，请。原来这吴二公子是个儒雅书生，那就容易对付了。这个龙小弟怎么回事？还不来？气死我！老大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待会儿被人看见了，咱俩都有麻烦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啊？哎呀，你还说呢？要不是昨天晚上你把皇上灌多了，啊，今天我值班，他没醒的话，我能擅离职守啊？哎呀，那个小皇帝啊，真不行，非要跟我喝酒玩骰子，我几下直接倒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赌遍全乡无敌手啊！他能玩得过我吗？直接被我撂倒。小弟明白了，这个老大不仅武功比小弟高明，这别的本事也比小弟高明。那是，不然怎么做你老大呀？来啊，来，过来，说句话。臭死了！怎么浑身酒味啊？没有吧？我有酒味吗？我早上漱口了呀。昨天晚上偷着喝酒啦？对啊，我跟我几个好兄弟啊，在喝酒，又在拼骰子，输了不少钱呢。我输了多少啊？反正啊，这大半年的俸禄是没了。老大，你可得帮帮我。放心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回头老大教你几招，保准你把钱全都赢回来，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当然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所有赌术都会啊？也不是啦，毕竟老大也是个小姑娘嘛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又不能经常往赌场里跑，是不是？是，老大还是个淑女嘛。差不多吧。不行了，小心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用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。你帮帮忙吧！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。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2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，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庭中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，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多
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来，快起来！我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来，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，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何时天会晴？雨后的世界比较安静。听爱情的声音，在思念湖畔回声记忆。轻颤一波，曾经忘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梦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何夕？许过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一年，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二人是要赶往何处？我们兄妹二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这一路上路途遥远，盗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达。不瞒姑娘，我这一车货物啊，也是赶往京城。若你们兄妹二人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在下吴应奇，家住昆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老大，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接下来呢，皇上为了掩鳌拜耳目，会接着找你侍寝。昨天晚上，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？别提了，那个小皇帝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，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老大，那你没被吓哭啊？哼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老大，武功高强着呢。后来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，锵，小皇帝倒了。老大智勇双全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还好吧？哎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骰子。老大教你几招，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连本带利赢回来。但咱可说好了啊，你赢回来的钱得和我一半对分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5-5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疼啊！
这下万无一失了。什么万无一失啊？皇上，没什么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安寝的话，我就下去，您躺在这龙床上，然后1个时辰以后，让李公公把我抬回储秀宫就行了。朕还不到2更天呢，朕还不想睡觉。说吧，今晚想吃一些什么？不瞒皇上说，昨天吃太撑了，结果今天积食1天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要不要朕选个太医给你瞧瞧啊？不用了，宣太医又得吃药，我这从小到大吃药，我都害怕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也不像有什么病症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要吃药啊？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疾啊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1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谢谢皇上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快说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啊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是您的眼泪啊。不过您是皇上，您是天子，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？那这就有点难办了。说实话，朕从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薨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。没事儿，这只是个传说，奴婢都不放在心上，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。您这是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，所以啊，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，你敢不敢再跟朕赌一把酒啊？可以啊，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可别赖账啊。你放心吧，朕虽然有色心啊，但是更有毒品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李公公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不错，我已经吩咐奕欢，让他万万不能告诉龙三，李公公就是鳌拜的内奸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李德福。李德福，他的耳朵后面，他的左耳后，是否有一颗黑痣？不错，义父，你怎么知道李公公的左耳后有一颗黑痣？真的有颗黑痣吗？义父，你怎么了？德福，没想到，义父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义父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他还进了紫禁城，当了大内总管。义父，这李德福李公公，他就是我的孪生兄弟呀！什么？李公公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？不错，我们2兄弟本是陕西贫寒农家之子，我叫李德禄，我的亲弟弟就是李德福。李定国是我成年以后自己改的名字。10岁那年，家乡遭了病灾，我的父母就死于乱兵之手。我和我这个孪生兄弟就成了孤儿，颠沛流离，不知所举。
啊，糟了，是抓丁的，快跑！那边有2个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是，站住！弟弟，你藏好了。哎，哥哥，你去哪儿呀？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哥哥，爹娘临死前说过，要我们兄弟俩永远都不能分开。爹娘不在了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我们2个要是都被抓了，就都活不成了，那咱们李家就真的绝后了。哥哥。为了保护我弟弟的命，我拼着自己的性命不要，去引开军兵。后来，我被张献忠的部下掳走了。张献忠见我体格健壮，就将我收作义子，从此跟着他南征北战。而我这个弟弟，我苦苦的追寻找了他多少年，却始终下落不明。我本以为他早已经不在这世上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居然进了紫禁城当了太监，如今更是成了鳌拜的爪牙。义父，要不要跟他挑明身份，让你们兄弟相认？不，如果你跟他挑明关系，那你跟易欢就暴露了。我这个兄弟失散了这么多年，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一无所知。他是否还顾念着跟我的手足亲情，我毫无把握。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好，那我暂且不动声色，慢慢观察，慢慢找机会去试探他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易欢，他个性冲动，不怕他沉不住气。义父放心，孩儿知道分寸。你又说了，来，喝。干嘛？朕都愿赌服输了，你还想来仗啊？有鬼！什么鬼？这好奇怪啊！皇上，你今天掷骰子的手法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？昨天掷骰子10把当中，你最多只能赢3把，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。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，朕是天子，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可是你这掷骰子的手法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是不是龙三啊？果真是他，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传授给皇上了。哎，你不要管龙三了，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，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。朕要是问他什么，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，这让他做什么，他也得如实做。皇上，龙三可是个老实人，您可千万别欺负他。你这么关心他？我在我们这一辈当中是年龄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当个老大，而且他这个小弟还特别的崇拜我，我当然得维护他、保护他了。行，朕知道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就不欺负他了。不过，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？皇上，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姓周的乡绅老头。这姓周的乡绅老头长得跟朕很像吗？长得不像，做事风格像啊。这个乡绅老头之所以能发家呀，就是因为算盘打得精明，瞅准时机吃拿卡要。李欢呐，李欢，你又拐着弯的骂朕。臣女不敢，是皇上昨天说的呀，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。
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。哎呀，皇上，臣女出身卑微，是一个野丫头，又缺乏父母的管教，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懂，没法伺候您。要不然您现在让李公公来接我，让我回储秀宫吧。哼，朕明白了，你想激怒朕，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？朕不上你的当，快点来接着赌。咱们说好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可就得上朕的龙床。现在不输不赢，来！天哪，再这么赌下去，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我的输面就会越来越大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！皇上，您想让我赌也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说看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天子长什么样，能不能把您的面具给摘下来啊？朕这几天上火长了几个火疖子，不便见人。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，不好意思让我看？皇上，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躺会儿呗？上朕的龙床？啊？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？不怕呀，皇上一言九鼎，肯定说话算数嘛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朕虽然是天子，但是朕也是个男人。哎，你不是很怕黑吗？嗯？啊，有皇上在，奴婢就不怕黑。嗯，不对，有鬼。哪儿来的鬼啊？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？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，对吧？哪有啊，皇上，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香味儿？嗯，朕的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儿啊？倒是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皇上，皇上，咸猪手，不对，咸龙爪。不对啊，我这么着急拉铃干嘛？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得多丑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皇上已经安歇了，小主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哦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带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进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谢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进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产妇吗？还一同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！来，干！来，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爷爷，
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上的银两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呀！去你的！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卑职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